對話內容深度分析報告，雨果獎，完美書籍定義與奇幻文學趨勢洞察。1.0 報告引言。本報告旨在深入分析 Podcast 節目 Intentionally Blank EP 226中的對話內容，將其轉化為具備戰略價值的行業洞察。報告將聚焦3大核心主題。首先，將雨果獎 Hugo Awards 作為案例研究，剖析其獨特的社群文化與投票機制如何塑造一個獨立於主流市場的價值體系。其次，解構完美書籍的藝術哲學，探討創作完整性如何超越技術瑕疵，成為衡量經典的關鍵標準。最後，追蹤奇幻文學讀者群體的變遷軌跡，分析其流失與回歸的動態，及其對出版產業策略的深遠影響。本報告的目標是從這場深度對話中，提煉出對創作者、發行商及市場分析師均具參考意義的戰略情報。2.0 雨果獎深度剖析，獎項機制、社群文化與類型偏好，對雨果獎投票動態的分析，揭示了一個利基粉絲文化的縮影，其影響力雖然深遠，卻獨立於主流市場力量之外運作。作為科幻奇幻文學領域的指標性獎項，其公信力與獨特性不僅來自於作品品質，更源於其獨特的投票機制和緊密的社群文化。本章節將深入剖析這些內部動態，揭示獎項結果背後所反映的價值觀與類型偏好。2.1 投票機制與贏家動態。雨果獎採用排名選擇投票制 Ranked Choice Voting， 此機制深刻影響着最終結果，更能揭示選民深層次的偏好。最佳系列獎的評選即是絕佳例證，該獎項最終由作家 Rebecca Roanhorse 獲得。根據講者，亦是候選人之一的 Brandon Sanderson 的親身分析，在計票初期，另一位作家 Seanan McGuire 的作品處於領先地位。然而，隨着排名較低的候選人被淘汰，選票將根據選民的後續順位轉移。關鍵的轉折點發生在 Sanderson 本人被淘汰後。他指出，我被淘汰後，我所有身為奇幻粉絲的票都流向了 Rebecca。由於其粉絲群體與 Roanhorse 的奇幻讀者群體高度重疊，大量選票在最後一輪集中轉移，使其成功逆轉獲勝。此案例清晰地展示了該機制如何反映出不同候選人之間的社群連結與價值共鳴，而非僅僅是簡單的多數決。2.2 文學類型的隱性壁壘與突破。對話揭示了雨果獎內部存在對特定文學類型的隱性壁壘。講者指出，史詩奇幻 High Fantasy 作品，如 George R.R. Martin 的著作，歷史上從未贏得雨果獎最佳小說獎。其主要原因是，獎項的核心老派選民傾向於將其視為一個以科幻為本位的獎項，對純粹奇幻抱持着一定的保留態度。在此背景下， Robert Jackson Bennett 的獲獎被視為一次重要的突破。講者將其形容為整個奇幻社群的勝利，其象徵意義在於，它標誌着雨果獎的投票群體對純粹奇幻作品的接納度正在提升，挑戰了長期以來由科幻類型主導的局面。2.3 核心選民特徵及其影響力。雨果獎的投票群體具有高度的特定性，主要由參加年度世界科幻大會 Worldcon 的約6000名粉絲組成。這個群體帶有經典老派科幻大會的鮮明人口特徵。為了說明此社群品味的獨特性，講者以青年文學獎 Lodestar Award 為例，指出其提名名單反映的是科幻奇幻圈的人在讀什麼青年小說，而非更廣泛的青年文學市場趨勢。然而，講者強調，正是因為這個投票群體，
非常認真地對待整個投票過程。他們會盡力閱讀所有入圍作品，才賦予了該獎項崇高的價值與公信力。這種由緊密社群文化與嚴肅投票態度共同塑造的獨特性，將雨果獎定位為一個核心、具影響力亞文化的高保真情語表，而非大眾市場商業成功的預測指標。這也為我們理解藝術評價的主觀標準提供了重要的切入點。3.0 完美書籍的藝術哲學，重新定義創作完整性。對話中關於完美書籍的探討，超越了技術性瑕疵的層面，轉而深入到藝術作品的創作意圖與整體性。這場討論提供了一種深刻的藝術評價標準，認為真正的完美並非無懈可擊，而是忠於自身創作意圖的極致展現。3.1 完美的標準，超越無瑕的創作意圖。對話中對完美的核心定義並非沒有任何錯誤，而是星號，任何改動都無法使其成為一個更好的自身版本。星號。這個標準將評價的重心從挑剔細節轉移到理解作品的整體性。一本書是否完美，取決於它是否忠實且極致地實現了創作者的初衷與藝術願景。任何試圖使其更符合外部標準的修改，若損害了其內在的完整性，反而會使其偏離完美。3.2 案例分析，從文學經典到電影作品。為了闡釋這一定義，講者引用了多個文學與電影作品作為案例，說明瑕疵與冗長有時是構成其藝術完整性的必要部分。悲慘世界 Les Miserables 書中關於巴黎下水道系統的冗長，將截常被視為可刪減的部分。然而，這些看似離題的內容是維克多·雨果宏大敘事野心的一部分，旨在描繪一個時代的完整面貌。刪除它們固然能讓作品更易讀，但會根本性地損害其史詩般的完整性。公主新娘 The Princess Bride 這部電影的特效在技術上存在明顯的粗糙之處，例如在決鬥場景中可瞥見演員腳下的跳床。然而，這些瑕疵非但沒有削弱電影，反而增強了其舞台劇般的獨特魅力，成為作品藝術特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白鯊 Jaws 儘管有人批評該片缺乏女性角色，但講者認為，若在獵鯊小船上增加女性角色，將會從根本上改變其作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男性情誼電影之一的核心。這樣的改動不一定會讓電影變得更好，反而會使其失去原有的藝術焦點。其他提及的作品，對話中還列舉了其他被譽為完美的作品，包括 A Fire Upon the Deep、A Scanner Darkly、魔戒 Lord of the Rings 和沙丘 Dune。3.3 時間的角色，瑕疵如何轉化為藝術魅力。時間在藝術評價中扮演着關鍵角色。隨着歲月流逝，最初被視為技術瑕疵的部分，如早期的電腦特效，會逐漸被觀眾接納，轉化為作品整體魅力和時代印記的一部分。正如早期的電腦動畫，如今看來帶有古雅的趣味，這些不完美之處反而成為藝術品獨特身份的標記。講者引用韓森定律 Henson's Law 作為類比，復原的木偶永遠是復原的木偶，而電腦特效則會隨着技術進步而顯得過時。這強化了一個觀點：那些具有永恆藝術魅力的元素，即使技術上不完美，其價值也能經受時間的考驗。對藝術作品的評價標準會隨時間和讀者群體的變遷而演變，這自然引導我們關注讀者群體本身的動態變化。4.0 奇幻文學讀者群體的變遷與產業洞察。
對話揭示了奇幻文學的讀者群體，並非靜態，而是經歷了流失與再吸引的動態過程。本章節將探討導致讀者群體變遷的關鍵因素，以及出版業如何應對這些變化，從而揭示該類型文學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4.1 讀者流失的關鍵階段與社會成見。人們會停止閱讀奇幻小說嗎？這個問題引出了一個普遍現象。對話指出，大學時期是讀者流失的關鍵階段，繁重的課業閱讀擠壓了為樂趣而閱讀的時間與精力，導致許多人暫時甚至永久地放棄了休閒閱讀。這種由學業驅動的閱讀中斷，往往又被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偏見所加劇。講者引用 C.S. Lewis 的名言，批判了那種認為有趣的書是給孩子看的，以及成年人為了顯得成熟而放棄通俗文學的觀念。這種追求所謂成人化的社會壓力，導致部分讀者在成長過程中主動與奇幻文學劃清界線。4.2 產業瓶頸與市場轉捩點。奇幻文學出版業自身也曾陷入窠臼期。在某個時期，主流出版商對奇幻文學的理解變得狹隘，市場上充斥着大量雷同的經典任務型奇幻 Classic Quest Fantasy。這種單一的供給未能滿足已經演變且渴望更多元化故事的讀者需求。講者指出，在那個時代，唯一真正突圍的奇幻作品是史蒂芬·艾瑞克森 Steven Erikson， 而即便是他，也曾在獲得市場關注方面遇到很大困難。然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和《暮光之城》Twilight 等作品的巨大成功，對整個行業產生了系統性衝擊。他們證明了市場對不同風格、不同主題的奇幻故事存在着巨大的渴望。這一轉捩點最終推動了出版業的轉變，促使出版商開始尋求和推廣更多元、更具創新性的奇幻作品，以重新吸引流失的讀者，並開拓新的市場。5.0 結論與核心洞察。綜合分析 Podcast Intentionally Blank EP 226的對話內容，我們可以提煉出以下3大核心戰略洞察。雨果獎的社群驅動本質。雨果獎的結果深刻地反映了其核心粉絲社群的價值觀與歷史偏好，這使其成為理解深度參與型粉絲社群的寶貴工具，但同時也表明它是一個不可靠的大眾商業吸引力指標。藝術完美性的主觀定義。完美藝術的標準在於其創作意圖的完整性，而非技術上的無瑕。此觀點指出，長期的文化相關性往往取決於作品不妥協的完整性，而非其即時的技術光鮮度。時間是重塑瑕疵價值的重要因素。奇幻文學的動態演變。奇幻文學的讀者群體與市場趨勢是不斷變化的。讀者因學業與社會壓力而流失，又因突破性作品的出現而回歸，揭示了讀者需求與產業供給之間的持續互動。正是這種動態的演變，構成了該類型文學持續發展、不斷創新的核心動力。